为什么咱需要这个大港这个权？这个权提起咱永活的上帝，伊永远的疼甲关怀，切许提起咱上帝的疼甲关怀不断的更新。蜡烛是提起咱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光照人类。为什么要点这支蜡烛？第一支蜡烛是提起咱毋望的光，亲像犹太人对巴比伦被掠转来时，对上帝讨放，甲邦藏有极大毋望。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即时，咱来吟圣诗273首，273首，请起立。
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定是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即时来读启应文第22篇，启应文第22篇。即是咱同齐来启应。来呀，咱来唱歌学乐上主。来称赞，求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世心灵的大君王。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今仔日是第一个大降主日。伫这段听候迎子主耶稣降生的日子，愿每一个基督徒拢爱陪伴阮的心，认罪悔改，清起家己的心肝，来迎子主耶稣的降生。天父上帝，圣经有讲，耶和华眼目看顾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国讲，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主啊，求你赏赐阮有敬畏你的心，伫教会服侍爱忠心，伫职场上态度爱谦卑。对人爱有慈爱甲怜悯，时常爱反省家己的所做。希望阮的嘴所讲的每一句话，心内所想的每一个念头，手所做的每一项代志，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只是恳求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眺望我们爱你的心，嘛帮助阮伫每一天生活中间活出上帝你的话来。愿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咱要来恭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25篇
第1节到第10节，彼得前书3章15到16节。上主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信靠你，毋通互我失败至到见效，毋通互我的对敌因为赢我来夸口。所有听候你帮助的人，一定袂至到见效。无缘无故背叛你的人，会拄着见效。上主啊，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将你的道教示我。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教示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规日听候你，上主啊，求你记伫你的怜悯甲慈爱，因为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人。求你毋通记伫我少年的时的罪过甲过失。上主啊，求你照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恩惠记伫我。因为上主良善搁正直。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伊要用公平引带谦卑的人，要用伊的道路教示谦顺的人。所有受伊的约甲命令的人，上主用慈爱甲信实款待因。第2位，彼得前书，着尊崇基督做主。若有人问恁心中的愿望，就不时准备便通对因辩明，不过就用温和甲尊重的态度来回答，就有清白的良心，通伫恁受侮辱的时，互遐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感觉见效。愿上帝的话刻了伫咱的心中。这时，咱要请主日学小朋友来学乐。
这是咱请牧师来证道。大家平安。咱时间过了真紧，安尼咱一年又搁安尼得要准备要搁过去。咱顶礼拜是美国的感恩节，伫咧教会日的时阵是安尼，对咱即礼拜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伫咧咱的即个大降节的即个第一主日伫咧即中间，咱会通看见即个规个大降节，电脑搁走位去好，无要紧就是迄个电脑，迄个咱第一大降节的第一主日，对第一主日开始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伫咧即个新的循环内面咱会通看见一直到圣诞节一直到后壁的主显节，安尼拄好这是一个第一周期搁过咱会进入一个第一段的即个上年期的部分。第二段开始就进入伫咧即个安尼大斋节期开始。大斋节期开始要对倒位开始算？爱对过活节开始算。这就是迄个伫咧即个咱用着迄个春分伫咧迄个春分的迄个安尼节期内面。再给他下一个 ，OK。伫咧即个春分了后的第一个月圆了后的即个主日，对迄个迄个月圆的迄个主日就是咱的过活节。对过活节了后开始对头前开始算，有迄个40天，叫做大斋节期。这40天无包括头前的这40天内面的这个主日，所以。迄个大斋节期的开始的迄个第一天，会拄好落伫咧迄个拜三，叫做圣灰主日圣灰主日是对伫即个安尼旧年的过活节的时阵，迄个中秋节的时阵安尼摕到即个中秋机已经迄个打起的中秋机了，甲烧做安尼火灰，摕到即个火灰。来抹伫咧额头这就是迄个伫咧，这特别是伫咧天主教内面才有用到咱就对迄天开始就进入伫咧大斋节期了后一直到迄个圣神降临节煞了，搁个进入一个第二段的即个上年期了，一直到感恩节，安尼拄好是一年的教会历内面的一个。真要紧的循环那伫咧咱的即个教会历即个即个循环内面，伊有分做甲乙丙3年。伫咧即个甲乙丙3年内面，伊拄好分做甲年是伫咧即个福音书的部分，读到即个马太福音；乙年是读马可福音；丙年是路加福音。咱伫咧旧年，咱若是。有照着教会历的即个经文咧读的时阵，咱旧年是爱读马可福音，伫咧今年咱就是要安尼来读即个路加福音这就是规个即个咱的福音书内面，伫咧即个教会历内面，伊拄好照安尼3年一个循环会通将圣经内面所有的这个记载，安尼拄好真有安尼次序。安尼，总共安尼对马太、马可、路加，以及加上所有的这个旧约的经卷，甲着即个诗篇，甲着所有的即个咱讲批信，就造成咱每一天每一礼拜伫遐所读的即个经文所以咱今年就是迄个要进入丙年就安尼3年一个循环。但是咧，咱安尼即个会通讲，牧师伫咧即个中间要继续来安尼延续咱5月底所开始所分享的，就是建立
用着即个耶稣来做模范，圣经做咱的准则，圣神成做咱的引带，安尼即三个即个信仰的基础，啊，甲着即个安尼学习着耶稣基督的即个谦卑弃权，互天父来掌权，凡事互耶稣来做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安尼两个核心。以及着用着属上帝体系安尼性命来代替咱的几个即个俗世的即个，来代替即个俗世的体系来做目的，来落实上帝国伫咱南洋教会成做咱的真主要的安尼迄个信仰的基础。因为即几个系列的即个主题，甲咱的性命、甲咱的信仰安尼会通讲息息相关。也牵涉到到底咱要成做一个什物款的基督徒所以除了咱的即个教会力安尼有需要的部分以外，咱要继续安尼用着建立即个属上帝体系安尼的即个信仰的即个主题来分享所以请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教会力安尼会开始，主阮要搁一届来主你恳求，恳求主圣神亲自不断来帮助阮，互阮会晓得安尼时常互主来成做阮的信仰的模范，也互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的准则，也搁伫主你圣神的不断的引带下面。互阮会晓得时常来互主耶稣来伫阮生命中来掌权做王，也互阮所行所做，阮不断来将一切荣光来互归于主你。时常来用着安尼属上帝体系安尼一个信仰来替换即个属巴比伦以及属世的即个体系的信仰。来建立一个纯正是主你所欢喜，是下伫主你所教示安尼的信仰，来成做阮生命中真要紧的生活准则。愿你的神，即是甲阮生啊伫地，你家己亲自用着你家己的话语来成做阮的提醒。互阮会通活伫主你的话语中来说义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2礼拜前牧师也有讲起着即个保罗安尼甲咱讲，咱着应该爱有迄个叫做讲爱有迄个清气的心，甲着即个清白的良心，甲着即个纯真的即个信心来回应佮。咱要如何来用心来听咱的主上帝？今仔日咱要线接安尼一个主题，来开始来思考即个叫做清白的良心，甲着即个纯真的信心。即个清白的良心就是讲咱讲起着讲，咱需要用心来来听咱的主，用心来去体会上帝的心意，安尼。用心是啥？就是用着一个真单纯安尼发自咱的内心安尼咱要怎样来知影讲咱家己的内心到底是毋是有安尼用着一个真单纯安尼真清白的一个良心。咱的良心如果若对得起上帝，对得起咱家己，佮对得起别人，安尼良心就是将迄个律法。安尼，迄个功用，安尼讲会通讲克调伫咱的心内的一个是非的心，来判断咱的心意，敢有达到迄个上帝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标准。伫咧咱信主进前，咱的良心检测会通讲无真可靠，因为咱的良心会因为安尼故意来犯罪，抵到咱伫咧迄个中间，安尼来渐渐来败坏，甚至咱的良心怎会安怎失去迄个咱讲知觉？
但是当咱信主了后，耶稣基督伊的保护，安尼来洁净咱，包括咱的迄个良心，安尼就哪，互咱的良心会通搁一摆来安尼发挥迄个作用。所以上帝用着迄个圣经的话语来教导咱，将迄个律法，甲着安尼伊的教示来刻掉伫咱的心内面，互咱有良心来为着咱来做证，互咱会通知影讲着应该怎样来做。圣神时常安尼照着良心，安尼不断来感动咱，所以咱照着咱信主了后，咱是安怎？咱需要凭着咱的良心伫咧迄个中间安尼迄落来行做，以及不管是讲话也好，行做也好，咱拢是凭着良心。毋通安尼时常来违背咱的良心，抵到咱讲良心丧尽吼。安尼，咱要怎样来判断咱家己的迄个心敢有用心，搁咱敢有安尼真注意咱的良心敢有伫遐来责备咱？这是一个咱需要去好好来去想的代志。圣经时常提醒咱讲，咱就应该遵照一个咱讲安尼无愧的良心，讲清白的良心。虽然圣经中间侪上帝命令甲迄个诫命，安尼伫遐咱讲规范，也是讲伫遐真做咱生活的即个标准。但是生活中间有缘有侪代志是无写伫咧圣经的内面。安尼到底什么款的代志应该做，什么款的代志佫无应该做？标准佫是啥物货？保罗安尼伫咧伊互教会提醒甲教导是讲，咱虽然安尼无受到遮个规范，甲着遮个迄个规则来所限制，因为伊讲安怎？伊讲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咧，咱要安怎对得起咱家己的良心，也就是讲，咱也爱为着别人的良心来安怎？求别人的迄个好处，安尼咱的时阵，咱才袂安尼真做一个安尼违背咱家己的良心，抵到甚至互别人的良心也伫迄中间来软弱，来受到绊倒。所以当咱伫遐讲安尼，逐项我拢通做的时阵，不过迄个毋是逐项拢有利益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咱应该咱所行的爱行迄个有益、有利益的代志，毋通行迄个无利益的代志。佮讲凡事逐项我拢通做，毋过毋是逐项事拢会当帮助人。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咱安尼爱行迄个造就人的代志。毋通行一寡迄个无造就人的代志，凡事拢通做，但是拢爱为着荣耀上帝来做。爱安尼行一寡才会荣耀主的代志，毋通行一寡无荣耀主的遮个代志。凡事我拢通做，逐项遮个代志我拢通做。安尼毋过我无要互任何的代志控制。华语讲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无惊这个受到控制，咱的这个代志，迄良心平安，无责备咱就通做。迄个咱讲无愧的良心，会互咱会通安尼得到迄个真正的自由。所以咱佫较爱伫咧上帝面前时常安尼存着一个纯洁的良心，因为咱最终安尼讲上落尾，咱安尼会通讲迄个讲判断是讲迄个审判是在伫咱的主，咱的上帝。人只有通看见咱的外表，所以人安尼
伫遐咧判断是照着咱的即个规个外表来判断咱。若是上帝看咱，伊是看咱的内心。上帝伊的判断才是上落尾。所以咱的内心、咱的内在的良心，兼有伫咧迄个中间，安尼伫上帝面前，安尼咱讲安尼，迄个有得到迄个显明出来。无论咱的行为是伫咧人的面前。看起来哪像是咱讲癫狂、是清醒。上重要是咱的良心伫咧即个中间，敢有对起着咱的主。这才是咱今仔日咱所需要去想的代志。良心正直的人，上帝会保守伊的行为正直。伫咱的圣经内面，有也有真侪的这个例。伫咧亚伯拉罕，伫咧旧约，亚伯拉罕带着伊的某囝撒拉去到着迄个基拉尔的时阵，迄个基拉尔的王叫做阿比米勒，阿比米勒就带着人，安尼派人去就将即个撒拉安尼甲带来，因为伊掠做讲，即个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小妹，但是迄暝，当伊接即个撒拉来到伫即个阿比米勒伊的即个伊王宫的时阵，迄暝上帝就伫咧迄个梦中来接庇即个阿比米勒，保守伊安尼无亲近即个撒拉。上帝对即个阿比米勒讲，我也知影，讲我本知影你做即个事是心中端正，我才阻挡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无容忍你忘着伊啊。所以。当人伊若是安尼良心正直的时阵，上帝会保守伊安尼行为安尼端正。所以当咱若讲咱安尼讲，咱讲叫做讲问心无愧的时阵，上帝伊要提醒咱，互咱会通安尼对迄个咱讲行偏的迄个路顶面安尼个回转转来。上帝要照着侪的环境，甲着侪人来成做咱的提醒。但是当咱伫咧受到提醒，也是即个环境伫遐对咱讲的时阵，咱有欢喜要来伫遐来接受人对你的提醒，也无？亲像大笔有一遍安尼大笔拄好伫咧即个安尼咧倒闪着即个扫罗王对伊的迄个对杀所以大笔王因为伊带着。伊当阵伊还未真做王进前，伊伫遐带着安尼，拢一阵安尼咧，拢咧共款对着伊咧逃亡的人，去到伫一个好野人叫做拿巴即个拿巴的即个好野人的因兜，期待讲得到拿巴的即个安尼的，迄咱讲帮赞。但是咧，即个拿巴伊阵伫遐来安尼，咱讲，若无帮赞，佮甚至踢笑即个大笔。大笔伊伫咧迄个中间，伊真生气，原底本底准备要甲杀，甚至伊佮毋是干那杀拿巴，是伊全家的查甫丁拢总要甲杀。但是上帝照着即个拿巴伊的某，即个亚比该的即个天册，伊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阻止着大笔安尼流人的血。所以伫咧迄个中间，安尼上帝安尼看重伊就阻止伊，无人保守伊，未抵到伊心内有愧。所以安尼上帝看重咱的心，迄个对的心才有对，迄个讲对的迄个行为。咱讲行事为人，兼有用心。咱对上帝，咱对家己，对别人，敢有存着一个安尼讲清气的良心，讲无愧的良心。咱会通亲像大笔共款，时常伫遐用着即个诗篇139篇伫遐时常来求上帝，伫遐监察咱的心思意念。所以凭着良心行安尼行代志的人，伊并无一定会得到安尼人的迄款的欢喜，甚至有当时因为良心的缘故，
伫咧迄中间来受苦。耶稣在世的时阵，伊所讲所行，拢出伫咧迄个一个咱讲清气的良心。但是人有缘将伊来甲伊掠掉的，搁安怎将伊来甲杀害？所以彼得伊伫咧迄个彼得前书内面安尼，伊伫遐来勉励迄个教会讲，因为上帝面前安尼。为着迄个良心受苦的人安怎，伊是有福气的。那咱的良心无责备咱，咱就毋免因为外在的遮个环境是讲迄个安尼讲责备，是讲迄落安尼侪递到，互咱会有迄种的惊吓，甚至任何的动摇。伫咧即个人伫遐对咱的诽谤，也是恐吓的时阵。上落尾，迄个诽谤咱的代志会因为安尼，转去到伫即个诽谤咱的人的顶面，互伊来得到见效。所以咱讲心对，人就对；人对，代志就对。迄个心对是安尼通过着咱的迄个良心，会对咱的迄个检验，咱对得起咱的上帝，对得起咱的家己，佮对得起每一个咱所接触到的别人。所以良心的迄个三个功用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伊是一个咱心灵的迄个讲，咱讲检测器，伊伫遐检验着咱的心意，到底是对是毋对。伊阁是咱的心灵的一个真要紧的，咱讲那亲像一个迄个警示器共款，伫迄个中间来对咱来如果若有毋对的时阵，就用着迄个无平安来安尼，互咱来警醒咱家己。互咱伫遐来受着安尼提醒，过来良心伊一个真要紧的功用，伊就是那亲像一个迄个记录器共款，咱的心灵的记录器，伊照着咱良心安尼，以及着迄个将迄个有照着良心，甲着迄个无照着良心的一寡所有的咱的心意，咱的所讲所行，拢总甲咱记录落来。所以咱的心灵内面有。同款有三个功用，伊的功用就来第一个就是迄个灵觉，伊伫遐来领受上帝对咱的迄款的感动，咱的心灵内面会通去美醒着迄个安尼，咱的灵内面，咱去迄个圣神到底伊有咧对咱讲啥物款的话？主伊捌对咱安尼讲，伊讲安怎？伊讲迄个羊听捌伊的主人的声音。咱既然咱讲咱是主上帝，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咱是主的羊，所以咱应该会听会起迄个咱的主、咱的主人的声音，敢毋是？所以当圣神伫咱的心内伫遐对咱讲话的时阵，咱应该有迄种的安尼去安尼讲灵觉，去感受着、去领受着圣神对咱的迄款的感动。过来就是咱的心窍，咱需要伫咧中间来受到提醒，咱明白上帝伊的旨意。第三，咱伫咧迄个中间，咱照着安尼迄个良心来判断所有一切即个是非标准，因为伊伫咧中间来成做咱一个真要紧的提醒。所以当上帝灵甲着咱的灵伫咧中间来合一。像安尼成做一个灵的时阵，迄个圣神就感动咱的灵，互咱去领受着上帝的心意。当上帝的真理伫遐启示着咱的心窍，互咱伫迄个中间会通明白上帝的心意，搁着上帝的公义，伊伫迄个中间保守咱的良心，互咱成做上帝的心意，互咱有法度安尼成就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照着圣神的感动、真理的迄个讲迄个晓悟，甲着公义的迄个良心来安尼引带咱，也就是安怎咱需要时常来顺服伫咧圣神的引带，咱才有法度去明白，也是体贴上帝的心意。若是良心伫咧犯罪受到误会了，咱的良心就会抵到有亏欠，咱的良心的迄个功能就安尼受到损坏。
伫到安尼损坏到损失到着，甚至丧失迄个伊的功能，甚至甲规个完全真做咱讲完全良心无法度有任何的功用。那亲像如果像讲咱早起时下早起床，有个人伊起床伊需要用着迄个闹钟来甲伊安尼来甲伊叫醒，但是伊安尼当闹钟安尼时间到闹钟响的时阵，伊伫遐心内因为安尼昨昏可能伊困较晚才困，所以伊今仔日非常的忝。闹钟咧响的时阵，安尼感觉讲即个闹钟非常吵。伊会做啥物动作？伊将闹钟毋是甲移掉，伊怎甲ฮ็掉去，甚至甲ฮ็歹去。人若伫遐嫌迄个，咱讲迄个警示我们的，警示咱的迄个咱讲即个警示器。滴到咱伫遐嫌伊伤吵，就将即个警示器来甲伊安尼甲伊敲歹去的时阵，咱就迄个将上帝迄个公义的迄个标准降低到伫迄个社会迄个咱世间人的一款的标准，降低到咱家己个人的标准。咱的迄个犯罪伫咧圣经内面的原文的意思是啥？是咧写钱的时阵。迄个钱，迄个写钱，无写着迄个咱讲百姓无写着即个百的迄个中心。人若将家己为着家己的标准，无照上帝的标准，就甲亲像咱咧写钱的时阵，咱先甲钱甲写出去，再过来伫咧迄个写着的所在，伫遐来为百姓，来符合咱家己的标准，咱家己降低标准来配合咱家己的行为，咱的信心。迄个安尼讲信心，安尼迄个迄个良心比着迄个安尼洁净了，咱就会成做一个纯正，无任何的亏欠。上帝用着圣经伫遐来教导咱，就爱将即个律法来刻掉伫咱的心内，将伊的话刻掉伫咱的心内，互咱安尼有一个良心来为咱时常来为咱来做证。互咱知影，咱就应该怎样来做？咱安尼，互咱有一个良心来为着咱做证。圣神也时常借着良心伫遐来感动咱，所以咱信主了，咱应该着爱凭着良心来行做代志，毋是安尼伫遐一意伫遐来高行。所以咱的良心，咱。无应该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安尼讲迟疑，是讲递到甚至咱的良心伫迄个中间有迟钝，对罪无感觉。搁个良心无应该爱安尼，毋通安尼敏感，时常自我伫遐控告，也是伫遐来定罪，来产生安尼做迄个咱讲罪疚感。乃是咱的良心应该毋是敏感，乃是应该敏锐、敏锐、美醒，伫遐来清楚，也是伫遐来安尼咱讲查验出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搁过来，咱的良心应该安尼时常来伫遐来得到洁净，咱良心应该安尼伫遐无有任何的迄款的。安尼讲亏欠，乃是咱的良心应该迄个功能，应该得到迄个应该有迄款安尼发挥。人的灵就较亲像伫咱迄个开车的迄个行车记录器共款，伊记录着咱一生内面咱所有一生的即个路程，你所讲的，你所想的，你所做。拢伫咧咱的心灵的内面，伫遐全部一项甲咱记录起来。将来审判的时阵，要搁一届，那亲像咧放电影共款来显明出来，互咱看见咱的一生，咱所有咱的心所思考的，咱所行所做一切记录。现在咱的圣神如果伫咧咱的心内来光照咱的时阵，伊咱的良心伫遐责备咱的时阵，
咱到底是要安尼任意而行，来伫遐安尼偏行咱家己的路，啊是要赶紧来伫遐紧紧来认罪悔改，求上帝来赦免咱的罪。所以用主耶稣的宝血，咱需要用着主耶稣的宝血来伫遐来洁净咱的迄个良心，来删除咱犯罪的迄个，咱讲，那亲像咱伫咧电脑内面删除那些档案共款。将来咱才有法度安尼讲，亲像伫圣经内面讲，咱坦然无惧的来安然的来到主的面前，来伫遐面对主的审判。因为当咱伫咧主的面前的时阵，咱所面对，因为咱已经伫咧主的面前伫遐来悔改认罪，所以当咱到伫主伊过来日的时阵，咱伫遐接受主的审判的时阵，咱遐个罪早就已经受到撤销去啊，也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时常安尼来用着咱的迄个咱讲清气的良心来来行做。过来，伫咧咱伫咧讲起着另外佫一个真要紧的，就是一个纯真的信心。咱用心是要对上帝有一个真单纯的心，绝对相信上帝的话。用心既然是单纯的相信上帝，咱目睭所看见的只有咱的主。安尼用心的人，自然会对上帝有一个咱讲纯真的信心。咱来小可想象者，如果你的目睭内面只有干那耶稣，佫有啥物货是会通互你来失去迄个信心的？信心是看见迄个你所看袂见的，上帝看袂安尼，迄个上帝看袂见，咱需要用着咱的信心来看。迄个天堂咱看袂见，咱需要用着信心来看。咱的灵魂看袂见，但是咱犹原需要用着咱的信心来看。当咱未来咱看袂见的时阵，咱犹原用着信心来看见，讲咱的未来拢伫咧主伊的业力的下面。咱的所有一切，咱包括咱未来结果，咱看袂见，但是因为咱照着信心来看的时阵，迄个安尼讲，迄个纯心的信心，所以递到咱会通照着圣神，因为真理赐予咱的迄个恩典，就咱会通对上帝来得到迄个信心来活出来。个信心是要进入伫咱的灵界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咱讲接触的一个咱讲属灵网络的一个通路。有信心就有连线。无有信心就断线。咱时常即马咱伫咧咱的生活中，咱时常会用到网络，咱真惊着咱的手机咱的电脑、咱的遮平板电脑等等遮的伫咧无意外的中间滴到来断线。当咱的信心哪强的时阵，就亲像迄个信号哪强，迄个圣神的迄个网络就安尼越流畅，真理的迄个信息对咱所讲的话，咱就会愈来更较拿来拿清楚，因为咱甲上帝迄个连接是非常的通畅。耶稣比任何的遮个困难，甲着所有的环境是更较大的，所以咱会通对，亲像讲，咱会通对伫即个圣经内面咱通看见，当彼得安尼伊伫遐安尼一边甲着其他的遮个门徒安尼过着船伫咧即个加利利海伫遐咧伫遐咧过船的时阵，伊安尼半暝伊要渡过加利利海，结果伫咧即个海中看见着一个人伫咧即个海面伫遐行。伊看见了，伊就问讲：“主啊，是你嘛？”耶稣对伊安怎讲？放心，你来吧，是我，毋免惊。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彼得伊的心知影讲，伊敢若要想要知影讲，迄个人是毋是耶稣？就问讲：“主啊，如果是你，你互我行到你遐去。”耶稣对彼得安怎讲？你来。当迄个时，安尼迄种狂风大作，而且有遮个大波浪，但是
彼得伊的目睭只有敢若看到耶稣，伊一心敢若只有想要安尼去到伫耶稣遐，伊就对船顶安尼甲落去，就行到耶稣遐去。但是伊迄个时阵，伊并无用脑来伫遐来伫遐看见迄个外在迄个环境，伊只有干那考虑着伊要用什物款的方式到耶稣遐去，伊只有单纯用着心要来回应耶稣。彼得安尼迄款的单纯的回应，就带来伊一个真纯真的信心，互伊会通安尼不知不觉，伊怎行行伫咧即个水面的顶面，去到要往耶稣迄个所在去。但是当彼得安尼，伊开始将伊注视耶稣迄个焦点，去看见着周边遮个大风大影的时阵，伊就开始用着脑，伊开始看见伊的即个环境内面，安尼比较讲，伊甚至感觉讲，我无可能通安尼行过。比较伊开始惊，伊怎开始沉落去。用心就有信心，用脑就会惊吓。上帝作为甲着伊的计划，往往是超过人的所会我都想象的。伊的方式也毋是咱会通好明白的。当咱用着脑伫遐来分析，伫遐来安尼想要来理解，会比较咱真多的惊吓。就较亲像当初时即个以色列人，安尼因要安尼出埃及了，要去到伫即个迦南地。哇！因去到伫即个迦南地的即个边缘的时阵，伊就伫迄个所在，就派出12个探仔。伊伫迄个所在，伫遐派出12个探仔时阵，当初时，即个以色列人安尼有10个安尼即个探仔转来的时阵，即10个探仔伊安怎讲？伊伫遐讲着讲，因讲咱袂话去上去攻击遐个百姓，因为因比咱较勇壮。因遐个个人安尼伫遐论着所偷看的迄块地，对以色列人报歹消息讲安怎？讲阮所经过偷看的迄块地是吞食遐个徛起伫咧遐个百姓的地。阮安尼伫遐所看见的迄个百姓拢真大汉。阮伫遐看见迄个阿那族人，就是迄个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迄个后裔。佮照阮看。家己亲像草莓，照因看，阮也是安尼。当即10个探仔安尼用着伊家己的头脑伫遐比较即个敌人甲着伊家己的时阵，伊看见着即个敌人亲像安尼亲像讲迄个大汉人安尼遐尔伟大，伊家己遐尔渺小，伊就家己感觉安尼惊吓，安尼真安尼着惊。来即个以色列人伫遐来报即个歹消息。以色列人也甲着即10个探仔伫遐安尼对上帝安尼无用心，反倒伫遐怀念迄个埃及伫咧埃及做奴隶的日子。上落尾因就失去应允进入迄个应允之地安尼迄个福分。但是咧，只有另外2个探仔。就是加勒甲着约书亚，因伫迄个所在，因伫遐单纯伫遐来看着上帝，伊只有伫遐安尼自信伫咧主上帝顶面，伊敢若因伫遐安怎讲？因伫遐讲耶和华若欢喜咱，等一下，讲耶和华若欢喜咱，咱就要伊就要带咱到。迄个地去，因2个人因无伫遐来看见着即个即对着有偌尔安尼通行，因的伫咧因的目中，即个大汉人，那亲像啥？亲像因的食面，赢过因的关键是在伫咧上帝减有欢喜咱，因为。因看见上帝比遐大汉人搁较大，用脑就看见遮大汉人比咱较大，用心就看见上帝比大汉人较大。
所以上帝亲自伫咧中间，伫遐来学了着即个加勒，甲着即个约书亚对上帝用心，而且伊个伫咧中间，伊专心来跟对上帝，所以因对上帝用心，因就讲出迄款咧信心的话语。上落尾，因就真正看见上帝所应允互因的迄块地，就安尼来得到成就。咱对迄个环境的迄款的反应，通看见咱对上帝减有用心，用心就会对上帝做出安尼信心的反应。咱用脑就抵到咱伫遐来安尼行行，咱伫遐看袂见，伫遐经历袂着上帝，就亲像当初时即个以色列人甲着即个非利士人伫遐咧征战的时阵，迄个歌利亚伫迄个所在来对着即个以色列的军队伫遐咧，安尼讲伫遐咧骂阵，伫遐咧安尼踢笑以色列的军队你来想象迄款当初是迄个光景，你用想象讲你安尼。你若踮伫咧迄个中间，即个歌利亚伊的身悬有差不多约了差不多3公尺悬，伊比一般的人悬出1倍。伊的安尼讲身材魁梧，哇，佮专心穿着正甲，安尼伊所迄个安尼讲，伊所举迄个铜枪手中的迄个矛头吼，有7公斤重。佮摕到一个真大的即个盾牌，面对一个遮尔啊大的即个大汉人，即个巨人，有啥物人敢来伊挑战？规个以色列营内面，所有的人拢非常的惊吓，非常的着惊只有干那迄个时阵，迄个细汉的大笔，伊完全无着惊。伊伫迄个所在，伊对上帝有满满的信心。伊伫遐讲安怎？伊伫遐讲，即个无受着割礼，即个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甚物人？敢伫遐来藐视永远上帝的军队嘛？大笔的目睭内面，只有看见上帝是迄个永远的上帝。伊佮迄个歌利亚，只不过是甲一个咱讲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所以大卫对上帝伊有一个真单纯的心，所以伊并无因为即个歌利亚伊的安尼高强大汉也是讲伊的身躯顶面所有遮的装备来伫遐来行行，伊也无因为互即个非利士的即个军队的迄个阵容来伫遐来受到影响，伊的心敢若独单纯来认定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迄个万军的主上帝，所以伊就摕到5块石头安尼光滑的石头伊无穿着任何的战甲，大卫就去到伫即个战场底下来对即个歌利亚来伫遐挑战。伊凭啥物会甲着即个歌利亚伫遐来挑战？大卫唯一只有是对上帝迄个咱讲清气的迄个信心，讲单纯的信心，伊对伫遐。对伫即个非利士人，伊安怎讲？伊讲你来棍我是用着刀，用着枪，用着即个钱吼。我来是棍我你，是用万军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军队的上帝，就是你所藐视的。咱敢有对上帝敢有安尼迄款安尼的信心？兄弟，信心就是一个属灵精进的武器。伊亲像一个，亲像安尼像你用想象讲信心，亲像一个子弹共款。一个虚假的信心是一个咱讲空包弹，无法度相认的，是人所安尼装出来。一个单纯无虚假的信心，是一个咱讲是实弹，是上帝所赐予咱的。魔鬼毋惊迄个空包弹对咱的任何的即种虚伪的信心，因为迄是无路用的。只有惊即个实弹迄个无虚假的信心。上帝是迄个咱讲又真又活的主上帝，
咱的信心嘛，应该爱是各真各活的一个信心，毋是假的信心，甚至是死的信心啊，乃是一个无虚假的信心。所以求主帮助咱，尤其是伫咧咱今仔日咱安尼进入到伫咧即个大讲的第一主日，咱到底用着什么款的心情要来迎接咱的主？佮咱要怎样来活出一个主伊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求主帮助咱，互咱会晓伫不断来用着迄个无虚假的信心、单纯纯真的信心，甲着迄个安尼啊真啊，咱讲无愧的良心，来安尼等待咱的主上帝。安尼咱才有法度活出一个主伊爱咱活出迄款的款式。无使共款游玩啊，有几个问题，期待咱会通转来好好来去亲像。当咱伫遐咱讲咱咧用心，咱伫遐对咱的主的时阵，用心的定义内面，除了是爱单纯发对咱的内心来伫遐来安尼款待人啊，来伫遐啊待人处事以外，啊，佫有啥物货是爱啊？是啥物货咱需要去衡量的？佫有啥物货是一个啊无咱讲无愧的良心？啥物货是无愧的良心？佫咱的生命内面，啥物款的代志啊是依靠咱的良心有愧？当咱有安尼迄个感觉的时阵，你要怎样做？你若你的良心内面，互你感觉有愧的时阵，安尼你要怎样做？第二，用心是对上帝安尼有一个单纯的心。为什么用心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对上帝一个无虚假的信心？咱的生活内面有倒一件代志，安尼抑个咱游玩继续伫遐咧安尼担忧，直到互咱无法度用到一个真安尼无虚假的信心来安尼来生活。第三，为什么会用心就有信心？用脑就会行行。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常常是用着咱的心，也是用着咱的脑。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伫咧即个礼拜内面，咱会通好好来去思考。今仔日咱到底咱是用着一个什么款的心，迄个心来跟对咱的主？特别是伫咧一个教会历史的新的开始。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通活出一个应该活出迄款安尼一个信仰的款式，互咱各怪啊，咱所活出来，真正会通互你周围的，不管是伫咧你的厝内的人，啊是你厝边看见咱所活出来，就会将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啊，阮时常用到一个虚假的信心，直到阮活袂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主啊，但求你帮助阮，互阮会通用心来安尼体会主你的心意，直到互阮有信心来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互阮会通安尼用到一个真单纯的信心，以及安尼无虚假啊，以及咱安尼伫咧生命内面不断啊活出一个拢无亏欠的良心，互侪人因为阮所活出迄款安尼的生命，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你，也互你不断来引带阮、带领阮，伫咧阮过来日子内面，阮会通时常安尼跟对主你，啊，无任何安尼用着阮家己的意思，乃是阮要欢喜来弃权，互主你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求主怜悯阮，祈祷靠着所唱名，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1首，41首，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来感恩奉献。方美执事跟恩心执事。请坐。咱即马要来读本周金句，请咱同齐来读，请。要有谦卑的良心，通伫恁受侮辱时，互遐个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感觉见笑。咱搁读一解，请。要谦卑的良心，通伫恁受侮辱时，互遐个侮辱恁的人，看见恁靠基督所表现的好品行，感觉见笑。这时咱要来迎新报告，今仔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
无哈。好，咱即时来看报告。第一项，今仔日礼拜以后要召开长执会甲小会，请咱备班。第二，下主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吴世朗牧师要来咱的教会请安报告甲证道。第三，12月4号上午9点要举行长执的培训，请咱中职拢备班心来参加。第四，各团契预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请咱将行事历交予家军。第五，各团契开始预备年度的事工报告、年底环境的整理、施工报告，请伫12月20日前交予办公室。第六，妇女团契的同工已经算出来，会长是赖碧爱，副会长是庄芳美。另外的，请大家过目哈。12月12日下午3点。第苏澳教会南洋区举行救主圣诞联合圣餐礼拜。第八，12月19日上午9点半到11点要举行咱教会圣诞感恩礼拜，嘛要含这个圣礼典。咱若有要洗礼现在就使甲碧光长老预约来上这个洗礼前的课第三，12月24晚上就是圣诞夜8点到9点。咱教会大概拢有举行圣诞泰泽烛光祷告会，欢迎兄弟大家来参加。第四，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教会今年无举行圣诞晚会，改为针对弱势家庭来关心请咱过目。11医疗家真济咱就不要一一报告我上次有说，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玻璃垫底下，我们就知道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过来，咱看具体的消息。今仔日下晡2点到5点，伫宜兰教会有王荣义牧师伊的讲座请咱兄弟欢迎恁来参加。第二，这个礼拜六的下晡1点半到4点半，伫罗东教会南洋区松年团契甲妇女举行联合庆祝圣诞纪念会，欢迎咱教会兄弟来参加。以上报告，老师，毋知有补充无？搁一届来邀请咱所有正兄弟，咱伫咧即个头拄咱有讲到即个报告的第10项内面咱即届圣诞的暗会因为咱无有暗会，咱是要改做来关怀遮个弱势的遮个，不管是伫咧咱的教会内面，是咱的社区，以及一寡遮个伫咧家园内面受刑人因的家庭所以咱教会有分做3组也请咱所有正兄弟，咱拢会用加入伫咧其中的一组内面，咱要来实际上用咱头拄咱所领受的，咱真正会通用安尼真正行出来所以其他咱所有正兄弟拢会通伫咧咱的即个分组内面，咱家己来安尼选择一组来参与安尼那咱的中级有甲你邀请请咱毋通提示咱服侍主、服侍人是咱真大的福气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借着即届即个圣诞节，咱会通用真实际的方式来关怀咱周边的遮个弱势者。以上。这时，咱来做祝福的公道，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阮教会即届有真侪少年人加入长执团队。少年人真聪明、真热情，嘛真有创意，这拢真重要。但是事工有没有果效，是建立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够不够深。唯有够深，我们才可能进入水深之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长执，都应该非常看重自己和神的关系。最近社会发生很多
青少年逞凶斗狠的事件。求主让我们做父母的明白，决定孩子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他们的成绩，而是孩子与神的关系。也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家庭祷告，让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用心的为孩子经营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家。慈爱的天父，这个世界除了疫情，还有数不尽的地震、水灾、旱灾、森林大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惊惶与不安的环境中，有多少人的心灵生病了？圣经上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应该把握人的心田做最柔软的时刻，努力去关心人、安慰人，为主尽一份小小的基督徒的心力。主啊，圣诞节快到了，教会已经开始张灯结彩了。南洋区也有一系列的活动，恳求圣灵亲自带领，透过这些活动，在南洋地区继续的松土，让福音的种子能开花结果。天气慢慢转冷，为人子女要多关心长辈身体的状况，要多花时间陪他们。最近南非新病毒来势汹汹，每一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做好防疫的基本功。求主怜悯那些在病痛中的人，也求主早日平息这一场让人窒息的疫情。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咱来吟上言389首，请起立。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意尽正善。佮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生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列倒避讳。